啊，真有冇嚟過啊？攏每看咧要嘅人，伊叫人去迄個 chat room 裏面嘅 link。because chat room 裏面攤 join show 嘅 link 乜嘢啊？睇下 start 啊 Hello，聽到話哦。有聽到。OK，這是古來。蘑菇。蘑菇。OK，我 start 啦，會幫新加坡先嘅，我新加坡咯，我怕字跌掉。哎呀，突哦，聽下幫配先。新加坡跑啊！幫配。Chinese New Year。什麼歌啊？這日本啊，有錢。日本啊！這個是啦。對，叫日本佬以來落啊。我開。好似我就話掉。幾實啦嚇？幾啲是切龜 again？咱辦事是切龜啊？唔知哦。切8啊 ？Ghost。10幾號？幾啲10幾號？切8，切8。十個幾啲是切8。不 ，yes，正貴。切不10個是切8對。正先生。切8是拜一是唔是？嚇對。然後阿龍啱夾10個8號啊 ，pre-order。後面是10個8號。3個8號。3個8號。38，咱嘅 pre-order 的，我成日30個 call 啦 ，after pre-order，because 我 encourage 人較早買啊，so เรา3禮拜。希望特別少啊，特別想嚟浪pas malam 啊。UK 人知咱有殺咗未？應該應該咩？應該知啊。maybe 啲隻有一半數。係啊，等我記下啫咁係。我真係 confuse 啊！2月10個號是切8，可是真係數哦！我真係數人家人 confuse 啊！人哋1月切8嚇，嗰時係咩數？1月切月正月切1是8號，另一個10個是2月8號。嚇2月10個號是切8，你正月切1，2月8號，所以我做就 confuse 啊，當然。OK，我 start 啦嚇。
你咪啷？哎呀，死唔掉。啦啦啦啦。我未開我 soundboard。係啊。有冇整 headphone？其實啦，當準備啊啥？啊，未諗冇人事，得隻啊啥啦，講啦。佢先正聲。唔知咩事之後掛咗我好似強氣發仔，強氣發仔，歡迎，哎呀，又夠隻隻，歡迎嚟舊邊咧學見嚟接噃。即係呢排咧，我諗是做咗一特別嘅錄音咯，俾係個諗報告順這大字。神團順團啊！順團啊，你講？神團，特別就係講神團嘅啦，嗬。哦，順團，咱特別學較啲順團。然後你講，哦，咱講咧順團等人字叫船 ，OK，順團，咱嘅即物件特別咧要記人個無來過。Anyway，要甲人講一個聽眾。要 K 一是要記啦，我聽到要記啦，唔會啦。要記啦，要記。啊，等我想下要講乜嘢 ？OK， 今日先正啦，我先正啦，我就要講情先生咯。先正係食啥物食？顏色。紅色。所以紅咧請一個紅。這個，這點你做咩？你說咩？冇數到物件。你click啥物？你買下。哦，我病咗個頭。即你有小影我看你不然再看你請什麼先生？我小影就條 video 嘛，我咁樣我唔開你嘛。哦，那不開個你等，你個開啊？啊，諗晒咪想。哎呀，人 call 我喎，人講路。人多，應該當 call 我，特別 call 我唔得幫你 chat room 誒。個仔是沙拉嘅咯。但，按照人嚟巴黎啊。係咯，就是我聽唔到你嘅聲，斷一隻喎。誒？我琴日我當然嗰隻錄音會。我這禮拜咧要選團。即個新嘅物件，報告我真係別閒啊，真係別閒幾那刀啊！哎呀，我嘅聲攏是聽到，哎呀死，破坑啊！有乜嘢停喎？阿佬破坑！阿佬，你個冇聽到我個啊？你會停咯，你講兩句話，你停一句，啊，你個就講三句啊，你個就停兩句。咦 ，internet connection 時候，啷白啦，我聽到我冇對啊。未啊，我聽到真 smooth 啊，冇斷做咩嘅。事啊？啊，咪見到你阿猜我講咩啊？然後這個禮拜。這禮拜啊好，我就放嗰啲清唱嘅聲時啊，攏個佬頭衫頭殼，我攏看啊。頭衫頭殼。OK，你有放先只歌頭妹？你做人你話俾偷啦咩？啊，買過啊？你做人又咪啦？曬㗎了，打字人俾唔是咩？哦，OK，有冇等件事？你人嘅偷啦。但係你要嘅人肯定有冇情，要嘅人個冇情。我冇鬼。我冇歸來喂，
找嘢。好啦，等要機人啊，那要機人會嚟個。OK，所以咱先講啦，我咧對嗱咁朋友嚟講啊，我有想要做這物件好只幾年啊的，是講咧無相嘅理由好我未做。哎呦，兩個是什麼 mess？ 哎呀，死我被記錄啊！有啊，嚇死我！哎呦，死啊！另外一個，等陣下我去啊，另外一個。誒，斜白問講詩嗰啲字。哎呀，哇！哇！這個搞了這個故事。嗰隻破坑話，下個月。鬼神，你個真係破坑！冚嘢啦！係。趕忙火車自己。係咪嘅？免啦，有冇看到啦？人聽個正人計實在特貨啊！我你無講破強狗，你數人就唔曬人冇見食啦。不要緊，我放一個小影條本來嘛，特媽聊呢。哇，鬼神你都真好聊啊！แล้วอันจ้ายัง不要吹到這 chat room。啷個佢 start， 啷個佢 chat room 係啥咪？อันจ้า啷個叫做 hang out 誒？我都唔知怎麼click 下面 click 下面。我只看。誒，咪講小姑啦，咪出小姑啦，閒咧，人放假時人丟 out 個啦。係啦，你家己別單啊，講你自己。冇，你話人聽個政府講部行人個咧，人單啊。edit 啦，等咩？等咯。video 被 edit。video 到 YouTube 是條出咧。為啥你前下時時拍出人係講下你喎？那麼冇過來啦。冇。我開始。我做咩事對起咯？我本唔知做咩事，我家己對嘅。internet 冇好事先啊。撳配咧，撳配對啦未？冇嘅。應該是。撳配對你死錢啊，火車！哇，家人情硬硬嘅水就都叫住嗬。先正死。寫咗，佢咩嚟？拍正。啊，來，搞掂。哦。按照你自己去啦，自己 chat room。我唔知你諗啲多路啦，我未曉用，我用我 iPad 我未曉用啦。我播實啲啫，邊啲學嘅你 page 嚟嘛？睇下我隨騰啦。這裡是樂沙健。Hello， 樂沙健。Hello。Is it recording today? Yes。六個。這裡是。有人破坑哦，冇人破坑啊？To be a partner or to be a partner? Hello， to be a partner 是金朝曉。Hans。金朝曉。金朝曉。Oh. Are they study? Nickname apparently is Banana Leaf. Banana Leaf. Yeah, 金朝曉。來，我小人個了個做大人啊！這是人哋教工嘅處。OK。攞個破坑哦，攞下俾個人破坑哦，一定冇嚟啊！嗱，這是 all to be。Hello， to be， 恭喜發財！哎呀，don't be such a queen 啦，你 block 咗啦。有小喵。Attention grabbing queen。แล้ว這裡是。我覺得呢嘛。這啲藤啊，是任先寫咧，我係個，我唔知畫面係啥物啦。แล้ว Ian ที่เจเป็นจากเค้กนะ Ian ตัวนี้ Say hello Ian Hello 哇啦你看 This is King Kong King Kong 哇 King Kong 我哋แล้ว恭喜發財臭豆ที่เซว่า我真係留咗啊，試啊。แล้วแปะปุยที่แบบไปดิจูอ่ะจะแปะปุยนี่ที่แปะ雙頭แล้วจ้า公走去大陸啊bằng sai 你去站板琴日講浪妹知去站板我唔在大陸จ้า公接餅啊จ้า公恭喜發財
用花仔冇影龍劍。啊，你阿哥咪阿哥啦，超就二十刀。喲，佢就咪收到，然後我險未去啊，我險未去。啊，較快啦，去飛機鋪，去坐飛機諗等我咯。啊，講起我就講這是車白啦，我第時講程先生就人講中，人家都冇話未講過咋，我未講過咋。嗱，你看毛毛菇。哎，毛毛菇啊，毛毛菇話青硬硬哦。啊，青硬硬。講起我就。Hello，毛毛菇。毛毛菇個我注意到啦。Introduce already. Introduce already. Yeah. 我叫佢見照曉喎。呢叫佢見照曉。係咪叫？安怎叫佢見照曉？你死啊！來看，哇！笑咩啊？幾花仔？有花仔。Hello 阿 John。Hello 豆嘅歡迎，豆嘅講花仔。講起花仔。今日車白哦，恭喜。阿 John 阿咪班提供。啊，今日班提供咩？車白班提供嘅嚇。車俾阿妹拜天公。吹杯阿咪吹金睇添啊！哦。我是福建人。福建人。我是福建人。福建人。車白阿妹拜提供啊。借咯啦，借你咯。OK， 當劍咧係嘥一步嘅咁去。來。OK， 當劍咧我放特別music 嘅，我咪偷看看先知啊。啊，個特別 music 啊！哎，落個啦開 camera。哦，那 Alex。啊，講 hello Alex。Hello， 我啲偷沙掉。偷沙。我哋做咩？我哋拖掉咩？能大了啦！Superman 啊！冇，呢阿仔學成了啊！耶！咁南晒批事。我冇俾到沙，所以我冇肯偷。你看你邊見？你叫我看你個偷沙。哦耶，隻地咯。阿妹。我係沙我就去 set 咗嘅了。唔會以嚟，已經嘅見照曉啊！來，這邊本這邊本清。強起花仔，你第一叫一個強情。就是前面是拿下來的哈。OK， 起床了，我起床了。後背開佢，後背。拉住個上。嗱，後背成日頭整是 BGHK， 後背是學健得難字。對啊。你啊，即係特別嘅時候咧，哇！起床了，我起床了。哇！你看，等陣咪講哇！你嘅客人都這店裏尋我見嘅客嘅。阿 John， 你是唔是拿 make love 是唔是咧？間起床。幾時勾你啊？我是，actually 這是唔是？這差唔多是成個我成件人咯，咁去，都學到攞咁去。我琴日啊，去過啦。我尋日食晒嘅可能。我哋先 L 咧。我哋喺撳佢嘅手指，冇看到。OK。我把路寫下摸你啊路。我想個，這是想個啊，後背啦，後背。我俾我血未掉。咁背咩？背冇啲。咁背咩？我好難看啊，後背。咁配，你 love 嘅多粒去呢？都好爆你位你。應該要 love 學รู้嘅令 at last 去啊。後背成咧，嗱，你使拍廣告啊，讀劍。啊，即係我咁配啊。
啊，那我就要讲了，对了即係 A 應該，L 是 L，還有一條 L 是誰哈？我做咩啊？L 路嘅嗎？因為要我做邊啊？加冰沙咧，一成個八十萬啦，現在是巴沙巴伊，這個有 L size 嗎？這個 L size 有沒有？英國這邊戰亂笑咩啲？我做邊都立都情懷情一樣的不了的。情落俾你 L 咯，佢啲當然情咗3塊落咯，呢 size 貴錯掉啊！你看西南邊講一倍嘅。你看伊，街邊夾條命呢，咪咯。伊較大條，伊個 size 啊，冇 size 啊，唔是成個人佢哋抽回80萬啦。阿 John 啊，今次啊，又嚟。用講話聽了，說我聽一箱了，一條了，一條，嚇，我聽一條了。OK，做咩聽啊？立了嗱，看到立了。耶，嚇，會讀好啊！我那邊嘅情況叫山呢？嚇，所以我是rasa啦，我個基本比較好，我rasa 攞條，我當然情條，我當然情嘅是 medium。嚇？你除 medium 啦，上四箱啦。有冇小四？你快知道偷沙？我想去立我前面咧就做偷沙，可以。應該想偷沙，啱啫。佢哋要嚟考啊！流怒啊，佢哋都係一個。佢哋流怒啊。誒，阿 John，變咗學緊 facial 啊，講一本流怒啊。誒，你程度都好喎，你程 medium 啊？對，我程是 large L 嚟。哦。誒，我哋數 wide camera 冇 DL 啊 ，wide camera。你 camera 有啲，你 camera 到這邊。嚇，我知，特別我都冇啲條，我看。Because อันนี้คนน่ะลูกไอ้ตอบนี่นะโอเค โอเค你標程係咩 size？ L。你講程 L 啊？哦。我程 M 喎，我就殺 M，我點解程 S 本嚟？特別你係成股卡阿咪卡人刀數程卡人字咯，但係乜數啲嘅呢？啊啦，OK， 所以但係咱咪講 detail， 先咪講 detail 嚇，嗱，按照當今我plan 真係久啊，即係我特別真係是穿到到嘅，但係話我即係成件呢，成件生出來隻 project 嗰咋。唔是阿 John 唔是成件是做愛吧咯？唔是做愛，做定啲做起啊，夾咁配。當件事寫出來，當件事揾你冇成件寫咧字條，噗，寫幾個情咧，寫個我穿了。我愛做個，我愛生個。啊，我愛生個嗰度做過，所以安怎咧，按怎做咧？但是愛即個 T-shirt 咧，下邊咧學件 T-shirt 咧，我見就特別清新晒，大地都俾個人講。除了浪睇看到邊咧學件 UK 咧 UK gathering 到啲英國位。你就聽講到啲邊都看毛毛菇到啲英國甲英國當作一隻，個咋講個垃圾件個見講個見照，要我個白背。你幾時過啊？我唔知咪送佢嚟嘛？你咪教人安怎買一個 T-shirt 啦嚇？你多掉。嗱，可以照啫，係咩？即係咩？照啫。你要見？嗱，三件太細。太細係咩物件嚟？你講係大條。哦。我看啫，買你看。走起咧，走起了。無水嘅講。阿波毛毛菇夾 camera 佢最有意。無水嘅講。嗱，嚟啦。大家講我聽作字女啊，我形容。快啲問曬啦咩？問曬。OK，等陣我當佢咩報告，咱 logistics 成安怎買？嗱，我哋到底一條單規律性，我哋 pre-order 是30個塊啊 ，ringgit 啦 ，ringgit 唔是。30個塊 ringgit。30個塊 ringgit pre-order 啦，你睇咩事 pre-order？我準備給他一訂咗隻 order 嚇，satu kali 就隻 one big
keep in 是實到呢就就 in 啦嚇。แล้วรู้หลังตัวที่外國นี่我確定講，人哋當今是就是記得 for 本地嘅人先啊嚇。除非你有本地人去 travel 成個英國中很好毛毛菇送回去哦。แล้ว30個課我內 design 可能看。Yes。但媽媽情調嘅，但媽媽情調是一個咯，即是叫做BGHK Hearts 頭前 BGHK 後尾本來學健啦嚇，แล้ว對面本來學健.com， 一隻咧是另外一隻我一隻上嚟浪一隻，即係另外一隻即叫做掉級部你拉股。實個你幫講水我啦超級冇錯，แล้ว即係錯啊！即係是我特別唔是要得一條尾，我要兩尾兩條。所以即係咧嚇是十個客，即係什麼事特別咧？人哋即係是那邊咧學嘅嘅 artwork 嚟就，那邊咧學嘅嘅 album 啊，依 album artwork 啊，啷看啷聽，邊咧學嘅是啷看 album artwork，即係邊咧學嘅嘅 album artwork 嚟。然後你知咩事？即係抗啊，舊年時我咪是做10年咯，10年時一抗喺你執係就是即係抗就是即係啦。แล้วว่าตรงนี้係จะซิมแล้วก็แล้วสิจินจะสุกะเป็นแนวฮอกเกนมา所以係จะซิม到後尾即係頭整就時看到一粒ซิม時，後面咪見來แล้ว邊個後尾看過來是เป็นแนวฮอกเกน即係เป็นแนวฮอกเกน啊我แล้ว我講聽แล้วก็另外一條咧就是攞條上嘅字我啦嚇即係3個課過一 pre order 40個所以我哋俾琴日俾3類40個啦內 design 阿妹誒上嘅 sorry 叫做上嘅內 design 內 design 呀แล้ว內 design 就做緊乜頭殼聽啊嗰做嗰隻 design OK so 啲馬來西亞比較最OK 嚟按照比如就按照阿龍help 我把那個 OK 叫所以我是講我有啷愛講嘅了啊啷去到裏邊講嘅了嘛佢配講話啦有上班話俾頭一個第一行邊咧就是嚟我做工嘅時候嚟俾咯，人嘅話我做工有一個counter嘛，有一個攤啦。我唔使辦啲病俾，所以就是講人嗌嘅話咧，嗬，特特基本係過嚟嘅，早起10點到下晡6點半過嚟，特丟有嚟嘅。特特嘛。特別我袂啷較早買是安怎咧？啷若是講 pre order 是哦，啷成 pre order 咧，你 size 特丟會彈啦。因為我貴咧是我 in 是嗬，一個 size in 幾條就 size in 幾條，我驚講賣了我就無啊咋。但是你較早買嚟講咧，你個唔知10塊一條衫，你個彈經你個幾 size，但可能個你講你 size 嚇。然後若是講啷較早買啊，啷若是講較早買嘅人嗬，你若是到底邊個人會使去？掉 pick up 去邊即係邊 back pick up 啊？對，會使，咁咧會使嚟點 pick up 嘅。So 你去 pick up 咧就使 shipping 嘅類啦，特別 shipping 冇講真係貴。咪你 share 冇講就貴咯，外國就貴咯。但你到馬來西亞就真係辦幾咯 shipping，但是講你買去邊 back 呀你會使叫 ship 好咯咯。特別英國點會安怎買到咧？你搞時嘅時候，或者即 show release 嘅時候，邊啲學見對出一個網頁，你使去邊啲學見.com/shop shop shop， 你下邊度 information 啊，我人咧隨來隨去 ，because 即係是 limited 啦，我冇啥即係飲料 T-shirt 飲料我都了啊。中華藍天。嚇，攞那時攞買買，特別較早買。買來啦，我出借啲用啦。嗱，你人買後就慢慢買，就要緊，因為我飲料貴啊，是我嘅見貴條特別貴啊，你買了了，就啲邊擺買了後，我就冇再飲咧。所以我個另外一隻大條物件要甲人講，就是我若是今年要對咯，2000，今年是幾年？16年。16。我是要甲人 announce 嚇，咱咪是見2016年是咱個去食車咯對哦，特別食車，人食車是300蚊使請啫，若是你買請10萬你使請啫啥？誒你想話今日人夾去，咱 dinner 時候啊，請一翕照影，會使
本來學人家人情嘅食。300應該是情之條啊。300情之條啊？好啦，300是情之條較好啦，免300。300嘅時應該是情之條。哦，OK，所以做喏，你睇學人夠你要邊落條，好搞，你是300嘅事情知道了我講聽，如那是，哎呦 good 啦 good 啦 ，good 啦。I mean 嘅 good，呢個我病啦，免出人。我確定嘅教你講啦，我俾學，那是你買 T-shirt 嘅人係。你買 T-shirt แล้ว情嘅時，你翕相應該好，寄下我 email 好我 online@gmail.com 好，แล้ว我 collect แล้ว來相應該好，แล้ว我 drawing 教時是內人攤起字你係會只 free。是那個那攞嚟人食 free 呢啦，是哦。就對啦。一個查某，一個查某，攞嚟查某，攞嚟查甫安尼款呢？冇，我是 lucky draw 就對啦。情你那是買啦 T-shirt 你情條 T-shirt 下，我一個 design 經一個人。OK。啊。我嘅這個300嘅，這個係買嘅 dinner 吼。啊。我 invitation 嘅係個伊嘅 ticket pass 嘅，所以係咪考慮咧？都係咪有佢哋？等我看下咧，英國嘅聲聲音講我啲聲都冇咩聽嘅。Sorry。等我 mute 咯，係聲快 mute 啊。OK，來講。安姐，我俾講隻物件，英國中淡仔穿嘅你係變成個阿官呢？講，冇咩叫咩格。我以前嘅你咧，個隻到毛毛菇嘅邊啊，介相呢。你有琴日講咁樣啊？食錢 ？OK， 食錢，因為大人係咪考慮嘅？伊就一個 ticket，一個 pass 安尼款啦。แล้ว到時訂伊家入來咯。แล้ว若是講 free 嘅嗬，本有 special 嘅 ticket 學落哦。對。對，成日都 lucky draw 嘅嘛，攞叫人嘛，對，所以有 special ticket 學人。對，因為我見嘅是攏寄小英好啊，好一人寄。那是講你人 already 學 dinner 咧，你曉，實個攏買單 dinner 咧曉，แล้ว你個流程嚟講曉，我個行路累。對。所以總之咧，我是俾人情調咧是曉，你係使到 social media 係使 post 一隻 hashtag BGHK 特別那是你要見俾我有看到嚟講咧，攏特別寄好我啦 email 好啊，所以我留內人一個 design 留一條。一個人，你係是係教時係 free。But anyway，當然講真 basic，你我俾叫阿龍，你原來邊咧學見嘅 shop 嘅 page key 嘅時候，阿龍教我 help 我講掉啊，頭一條你俾買呢，往教時是出伊嘅錢學你啊嚇，我有一個特別嘅 email 是 shop@speakhokkien.org 啊 ，shop@penang speak sorry shit shop@speakhokkien.org แล้ว伊合併你使寄去買是頭一條是往嚟幫係你 bank account 嚇，阿龍。對 bank account account number 出來，แล้วลอง你講我冇咩 understand 啲 process 係咪嚟？即係 process 按照 transfer fund。即係應嘅，有啲 online 做就使啦，阿冇就是去銀行會 bank in money，佢往 account 就使咧。係啦，伊 bank in 過後了，平常時人做嘅咧是真 simple 嘅，伊 bank in 了，伊就有一條單嘅嘛，嗌咗是長嘅銀行出嚟單，阿冇就是 ATM 出嚟一條白色嘅細細條嘅單，樣 keep 一條寫影，attach 啲 email 往就使啦。so attach email 你了看啷個累掉啊嚇，伊度特別要緊你特別寫落 address。名個 address 啊，แล้ววางไก่เกี่ยวรู้咯นั่นสิ講รู้ไป pick up เนี่ยเลยรู้ตัวเสีย講ว่า pick up at Penang Hokkien I mean Penang Pack แล้วรู้名要緊你名啦 because รู้แล้ว到時รู้來是รู้ตัวไปหาวัง看 proof so that รู้ไม่ใช่太難其實名佢唔想地有見咯，伊係用 nickname 地有見是 actually 伊嘅 contact number 甚至 email address，所以我咪就只問 call 咯嘛電話特別我係 list 啲 website 嚟啦嚇 list 講你名尋你登記แล้ว你係咪唔記得啦？我 list 啲 website 唔是登記，唔是登記，你使我是 claim 嘅時你使嘅你 receipt 好玩看啦，所以我就講未成講人嚟 claim 佢啦，咁就。你叫我好似你過咯，咁樣樣。แล้วagain 我是希望讓
大人會俾攞掉，因為冇上嘅即係我覺得就要行，我做乜事我未經一條呢，就我經嚟經去我未經後邊先攞掉出來啫。因為我攞掉乜就數個數，所以我希望讓一人俾攞掉啦，然後讓當天成隻屎嘛，紅包燒掉咯，然後是咪就攤用咯，嚟俾晒。嗰有另外一條上面會講嘅啊。嗰有另外一個優待，就是咱嘅校長頂住我 share 到啲咱 Facebook 邊，譬如校長有出一本冊，有介紹啫。OK， 這本冊咧是我寫嘅。嚇，係咪按照他們是特別咧？這本冊。本冊咧是係人寫，攞嚟人寫，就攞嚟人畫嘅。你睇我就每就我每有10隻名嘅。因為每人個一個每人啫，然後啊，讓會使詳細買冊，本來 shipping 嘅較便宜淡薄咯，咱介紹落來嚇。這本冊咧是攞嚟寫詩人寫嘅，一個咧是寫紅毛嘅，係咯，另外一個咧是我用是我是用福建話寫嘅，然後裏邊即冊裏邊咧嗬，我一人咧用福建話寫13條，伊咧用紅毛話寫13條，係咯，我咧還嘅伊嘅13條，伊還嘅我嘅13條，所以變咗我往一個人咧。有26條嘅事，所以哦，平常時人是人大部人是一條呢，伊這邊有16條，有16條，冇簡單咯。係咯，這個圖咧是我嘅朋友畫嘅，所以有一個illustrator 是畫好我，係咯，有一個 illustrator 咧好是畫好伊，所以我用咧有攞嚟寫詩人，就攞嚟畫圖，即係詩人特別出得出。哦，趣味，這是邊個學緊學一本嘅詩？未講頭一本啊，特別就是講是 modern 嘅話咧，是頭一本 ，modern 頭一本咯，叫。哦。冇簡單。冇簡單，然後你使讀都成有一個詩句，這是叫咩詩句啊？詩句。你使讀淡薄啲詩句，好我聽啊！讀下，我唔知你意思是寫咩？讀下趣味歡喜，你解？安尼款啊，趣味歡喜我是解啊。OK。安怎阿邊佢一本句咧？一本20個塊嘅，是咪就便宜咧？比3個便宜喎，是唔是？所以俾我就3先，使俾4本嘅尺 ，OK。你看到賣賣衫，人哋要 promote 人係衫個字佢嚟請啊！你使就直接嚟冇一 add 到 hijack 啊！你阿堅，我是不係好多看愛買衫、愛買尺每嚟使，我是講做咩事，我做咧是。其實我嘅衫係攞買衫，我唔是講緊買衫留作談情啊，留作談情。我們是有想到這個咱邊個福建嘅社團啊。我嘅社團。了邊個福建嘅社團係咱成定住講舊年是咱今年啊，今年年頭嘅是咱到舊年啊，到70年是。舊年年頭是咱到檳城做嘅 show，咱咪是有地雷咯，咱有地嘅雷本是學一筆幾個雷啊，咱是有學攞青考學即係檳城福建嘅社團，以前檳城福建社團是做咩事要緊有咧，就是伊人嘅 promote 啦，伊人嘅推銷，伊人嘅人宣傳推廣安怎要緊會講福建話，保留就咱福建話對。所以，我是為有人買恤咧，咱過使刀卡手掉，咱保留邊個福建嘅即個活動。因為即個衫裏邊，咱有挑講有半幾%是學到落位，幾%學到落位嘛，所以即個唔是可能做成呢樣做嘅。嚇，所以了，若是讓支持邊個福建咧，我希望咱會推銷去，咱會使聽講去買了若是講冇咩聽人，然後你使有見嘅講浪仔是 T-shirt， 我看萬時我係放自己 internet 我係放噶啦，哇，翕淡薄效應啊，所以咱會使去推銷，就係講推銷一個月，不，咱是3禮拜內面係30個塊，所以我是希望咱較濟人是到底3禮拜內面買啦，其實 announce 喺度，當然都 available 啦，咱 website 位，咱會使去買啊，使 start 買啊，我哋 start 買啊，成種啊，攞出去 transfer 嚟啊，嗬，當今仔日是7八嚇，即係7八是阿毛2月15號。對。阿毛2月15號，我諗是開到3月8號38都冚咩嚇？38嘅時就要緊你用會記啊，38就會冚咩？誒，阿涵。嗨。係咪頭衫？
哎呀，我係清過啦。耶！這是我嘅，這是我特別幾耐，特別夾邊咧是要調啲起來，啷清硬硬來聲啷啫。你若是啷要買，你曉到去到去邊咧hokkien.com 嘅網頁會對看到，我對遮手邊下邊我應該是下一個 link 去做咩時候你去買晒啦嚇。啷特別 pre-order 35塊啊 ，pre-order 特別要緊3個月背後買。before 3個月背後買，แล้ว春一個月時就是40塊，所以我比你較早淡薄買。你有本事我人就是較濟條印呢，我嚟做隻殺毒咖喱應該了所以希望我係較早 order， 到個3個月背後啦嚇。then 個另外一條咁數我咪較早印呢，就是你會 order 你自己 size。when 你 order 嘅時候，你寄 email 去迄個 shop@speakhokkien.org 嘅時候，你會使寫。你嘅 size 是蝦米物件？蝦米 size？因為我人成日就是講，你是為娃娃嚟講，我在講嘢啊！為娃娃咁配是幾條啊？幾條啊？2塊啊？幾2塊咗？幾2？那是 X 咩啊 ？XL 冇 XL 冇嘅，2XL กับ 3XL 幾2塊啦。一條嘅2塊，所以我到時我係寫到啲 website 寫下 ，hopefully 一個 chat 啦，一 table 攞嚟去看，係咪 size 幾類咧 ，shipping 啊個幾類。但是講我人嘅 chat 下邊冇錄嘅價錢咧，你會使 email 去，係你 email 本來我甲你講伊就這類。然後你特別錄一點，但是講你 pre-order 嚟講啊 ，before 3個月背後你 order， 你會使談相嘅 size。我俾講about size， quality 真好啊！同你講啊，哎呦，我真狗啊！你嚇，女一個狗我唔是定查查狗一個女咋？嗱，你看阿涵，後尾嚟，後尾看，後尾啊！等陣，咱講咩啊？同埋嚇，equality， 咱講 equality 或者性感配嘅啦，仲講就是我俾換衫，我俾清另外一條。老公，你頭都頭冇硬嘅衫啊硬啊！哎呦，掉雞格呢？BGHK P 17，這條是計3塊。這條是誒，對，這條是計3塊，那是講 double XL 加 triple XL。嗱，這條。我後悔我冇夾 S 咯。我本事個杯啦。個杯啦。我俾佢時候是 S 了。我咪是想，我講嚟做一冚啦。我講聽，路人俾是啷特別設計看。伊個 size measurement 啊，到底往放到啲 website 嘅嚇。你若是講你平常時穿 L size 嘅人嚇 ，maybe 你會使穿 medium 本。成日我想講，我要穿 L 咧，我穿 medium 本就冇 long con 啊 ，comfortable 啦，特別 long con。多 long comfortable 咯。嚇 comfortable。So John， actually 我唔知乜嘢啦，我唔知。嚇，阿龍每一時頭嘅。我係講幾耐嚟 size 㗎啦，而家啦，bằng啲bằng俾可能嚟 test。因為我老實講啦，我平常時我俾 L 嘅 size 啊，即條較大條淡薄嘅啫。嚇。滑嘅咋？會使你會使特別你較時咧特別印出來嘅時啊。要，我同你講就係影嘅，我面能做嘅就，我是 just bằng住你擺啲頭整，你揾你貴啲頭整，bằng住你bằng住你嘅啊，bằng幾耐條啲餅響自己 test。Hello，yang test 你有就係yang嘅 size 嘛？你佢幫你 quality。對，一般就看你啦，免人 survey 嘛。使，特別要緊是袂亂，若是啷要較早看到咱使去找阿龍，然後阿龍互你看個 size。我係 size 啊。我肯定有 L 呢，我肯定有 L 呢。特別明明咱使俾 sample 伊個 connection 呢，可能看伊個 size。特別我同你講，咱用 measurement 嘅嘛。總之咧，我講你平常時你穿蝦米 size 啊，你使穿較細號淡薄。因為伊想啊，我就是驚我這麼說，我 order 哪個 size 啊，我 order M 個 order L 啫。因為我驚講我淡薄
跑啊，同見嘛？你我叫講我穿未到係 medium 咋，特別我穿 medium 啊，個特別 long 康嘅，我穿 S 可能會都就是咯，攞到俾穿，我咁我就看 long 康嘅咯。又見到個仔俾咯，個仔俾，是啊。伊 size 有較大，John，伊 size 有。嚇，伊 size 有較大啦冇，所以咱平常時穿咧，使穿較舊較細號，但是咱平常時穿 L 嘅話咧，就俾 M 咯。啊。對，但是你要 test 係講我人家看安怎你使去 blank back 去穿，特別話咁貴暗擺幾廿條好啊。要 measure 嚇，要 measurement 嘛，要 measurement 就點樣你會看到伊個 size。我告訴你啊，我講講，特別一路去幫地 quality 一部嘅你是愛 ，because quality 就好。是哦。然後我寫啊咯，我 start 寫啊咯。我寫啊咯，我知道寫啊。你看到我係小英啊？我叫你小英啊，我係做 publicity 小英啊。publicity。好寫，我陣咩個笑掉呢？我 publicity 小英可能看啊，嗱這樣。這個嗰時我寫過啊呀。我先生冇寫嘢咧。嗱，這個話，我冇 retouch 到伊 wrinkle 啊，伊三個了是 original 嘅。你我寫我冇有咋，我只要寫我做會夾出來，特別long 拍嘅。寫有叫水哦。I don't 冇講叫隻字，意思未必淡薄啦，特別冇講隻字。我記你真正咁樣講。John 啊 John。啊。驚去幫跑。哇！你這個是跑咧，是我想講是你腰是你撳隻嘴係什麼？跑啊！硬跑啊！冇啊，係呢佢話。哦。幾粒？內邊有幾粒？內邊幾粒啊？幾多8幾粒啲？哎呦！哇！100蚊啊！等佢貴起來，我看你衫啫。唔係啦，人背。你看冇啲頭毛個蟹，你就係頭毛劍個蟹咧。哎呦！就後尾，講你卡出嚟啫。哇！嗱，這邊咧學嘅 artwork 咯，這邊咧學嘅 artwork。聽冇都講話啦。แล้วค่ะแล้วโอเคปังเผากุยอ่ะจะไปทำให้เบตี้ชิร์ตแล้วจ้ะสมมติไปขี่บางลองอ่ะว่าจะไปจ่ายหลายลองว่าไปจ่ายหลายลองแล้วจะไปจ่ายลองเลยเป็นยูอ่ะเลยมาอ่ะเลยเกียอ่ะเลยจีมอย兄弟อ่ะเลยอีอ่ะเลยกอเลยจิ้มเลย整樣嘅啦去團咁樣推銷啫好แล้ว告訴我開英國嘅聲英國Which one I do? Auntie, 係阿妹試試，等我睇下。哦，阿妹試試檳榔福建，阿妹是真人字啊。嚇？你會聽到人未？誒，等我 mute 咗你。我 mute 人了。哦，我 mute 咗，特別我開到對面，我不咁講嘛。你Kansas 啦。嚇對。最難搞了就是嘅啦，就是我諗有幾人我冇。後雕。阿蘭啲。哎呀，說話如果我們嚟見你，就是後雕咯。後雕是這裡。Nancy 南西嗱。Nancy 南西唔是這邊吸錢嗰計字嘅。上會啦嚇。南西佢哋貴嘅南西。一隻問講咩？我就估意嚇。OK，不要見到穿硬，一下你俾 pick 下，你使穿隻硬衫咧就冇，就俾佢哋貴啊。那硬當當，你話佢下你垃圾頭啊？是咯。下隻垃圾頭，你看係食。即係方想想。做花了。咩做？哇，係咩嚟？Cherry blossom 我做誒。哇，做咩嚟稱？冇，等陣都就知了。梗係嚟食啊！哦，伊人一啲人啲英國嘅食嘅地方啊。嚇，yang just yangเป็นgathering 嘛。哦。然之後啊。有可能啊。Sorry。John Skype 邊個都係accept 人哦。呀，出去邊嚟？差點乜 call 咯。OK，我使開。
個會踩嘅咩？個住嘅。แล้วอันที่ต่อมาเลยตึงหลังจีอ่ะอย่างกินก็ต้องเอาไว้เฉงๆ就是ตึงหลังจี就是變我比較定能住 left right อันนี้我 guess 福建咪咪有聲福建มีอะไรเจ๊เจ๊แล้วไงฮอกเกี้ยนมีลูกที่เขาฮอกเกี้ยนมีตาฮอกเกี้ยนมีตาหรือว่าลูก Hello NOD 福建 from the right left to the right left to right 意思 left to right 嘅啦我見 modern 啊嘛 modern left right top left right bottom John, I regretted I had the chance to learn Mandarin. I was interested at that time because my time is 我媽媽是鄧能先生呢。哦。Chinese school teacher. 依家啲咩嘅？東線 is next to the Chinese convent 啫。係咪咯？你叫咩 ？Datuk Kramat. Yeah, that's right. But at that time, my time is kalau si English actually ni ama nak emphasize on. Interested. I could have learned my own my mother was an English Chinese school teacher. My aunt also was a Chinese school teacher, but I didn't bother. So 當劍先教你諗住去สั่ง你嘅，สั่ง你嘅。Because I'm exposed to my mother 諗啲講 Mandarin, what I understand 啦。It speak a little bit easy one simple words อันนั้นเนี่ย啦。But 你但是佢較淺薄就比較了。你看英國中啊，英國中就 determine 啊，要學咗啊。我學咗一個喎。I have to learn from him. 係咯，我話更加搞啊，你。哎呦，阿弟。但鄧冷就旁邊叫做清楚而難，按怎講啊？我比較。Blue is green 啊我媽咪 regret。特別我教校長嘅。校長教教嘛？我特別係差亂啲嘛。我冇啦，唔要緊慢講。特別我唔會咗啦，你使用 WhatsApp 喎，你使買用 message。哦，你冇用iMessage 你啊？哦，用 iMessage 怎辦呢？我都講。哦，怎麼怎辦呢？你叫用 WhatsApp 咯。No，呢度冇用 WhatsApp 嘅條。我有 WhatsApp。Okay， good。嗱，叫你用 WhatsApp 啊。แล้ว等陣我問別記咯，攞佢哋 website 是攞嚟使俾阿龍嘅劇本嚟使參，我希望啦，我是希望啦，一人俾內 design。你俾落掉啊？我掉落掉了。掉。我教佢嘅。咁快嘛？係咪？係咪咁快聲你明未？照顧下。哇！你做乜咩？哎呦！我唔捨得，我睇北京嘛。我仲見我仲見 I 燒啲嚟plastic bag 啊，我唔捨得掉低。你人叫你照顧阿漢嘛，所以我寫照顧漢咯。講緊啦，我見咩講到咁配 link 呢？講到 link 阿玲會掉阿玲。阿玲啊，哇！你生得咯，阿玲？依家生條屈會咯，十多個雞情硬啊，情硬確了，到底情硬啦。但你冇看到你聲音喎，你冇聲音喎。有啊，係乜？除咗 icon 嘅喎。我冇你生個，所以。哦，別見，我教生我硬生。我講另外一個 announcement 被 make 嘅嚇，我被看掉咗喎，真係喂？嚇，冇咩？我係 feed 又被看掉咗，剛才看到啲 icon 啊。我跟你講，水，這個安迪清上山，個嚴先生清上山，清上食。我話個嚴先生清上食嘛。水，這是啊，我細漢嘅時我係個紅菜成日食嘅咯。喂，我唔是情硬菜，我係成褲啊 ，please。咁是硬菜。我被打啊 ，Dragon。No, like things. 咩事 ？OK， 我講另外一個物件會make announcement 啊，就是講啊，
我希望兩今年啦，到2016年嘅active participate 啦，係變咗學嘅嘅活動啊。因為我2017年我已經決定，2017年冇變咗學嘅嘅 activity 到底變咗。嚟 KL yes。嚇，係咩嘅？冇，我冇變咗學嘅。I mean，攞嘅世界結做啦嚇，特別我2017年我嚇。舊年本冇啊。阿 John 是唔是 IRS for a year 是唔是？我有冇啦，我是 live show 少有個，是講我冇做 live show，還是冇做隻車，還是冇對去meet 人就對啦。阿 John，你講阿 John 你講呀，你嗰時咪嗰時做嘅就快嘢。做係咧。多百位嗰啲位。冇，見你我係guarantee啦，你我冇相信，所以人會我冇相信你，我冇相信。呀，John 講聲係咪數？嚇，因為我係2017年嘅時，我係有出來人有做勞作啦嚇，到底本來為特別我對去，แล้ว我係錯為紅對，所以我冇做本來學嘅 activity，問我教我紅做這事。So 2017年嘅時是冇 activity，你是看到我 OK 啦，特別我冇 organize anything meet up casual meet up coffee 冇本啦，所以你人冇 press conference 冇出報紙啊。冇出報紙啊！即是我100%是和我 family time 嚟啦，2017年，所以特別我冇完全是冇做邊啲好嘅物件。所以若是講咱要來參加咧，讓隻車咧就慢去隻車咯，放喺 Facebook 啊，有你 invitation 咩咧 ？Facebook 咯，使去 Facebook 入邊看，你使去 join。誒，你冇條 invite 咩使 join 嘅嚇？有 public 嘅，這是 public event。public 嚇，你使去。哎呦，我要請新加坡。嗱，我好你看。哇，水咯啦！哇！咁你恭喜發財嘅，恭喜發財！你係得成都正面啊！哇！誒，等陣我。Hi，秋豆。Hello。Hi，拉薩健。拉薩健啊！哇！哦，老生，老生。唔是秋豆咩？秋豆呢邊啊，講得啦未？秋豆白杯。Hello。拉薩健咧？拉薩健話卡姐。拉薩健。哦，那拉薩健到不會逃避嘛？水有人情。Lova is ready 啊！我險未去啊！你講唔回來，叫你回來，佢唔回來。我背啦，冇鐳。這個我做邊個人會去唐裝嘅多錘？依家佢貼嘅。嚇！依陣咪貼嘅就係呢碰爬。一陣刷貼。誒特別好，嗱，這個 show 咧 release 嘅時是特別咯，特別 release 係幾個10個。有俾阿漢。哦。哇，老生啊，這是你係花呀？我招。二生我知，我是會食下你。我招定。This one I don't know 咧。面刷哥。面刷哥。煙花哦，面刷哥，哦。成個我簽嘅咧。但我啦入面你是冇？烏啦啦入面我問。我啦。嚇。哇，水哦，我不得有。迄個花是在嘅，做咩啊？我愛知迄個花，我愛知迄個花是做咩？冇可能參掉白白撈嘅嘛？其實我唔介意，先得我那邊。那咪再落去就擺放我喎。嗰啲兩時哇，他嗰邊水。哇，水啊！我的水都係情㗎。一講咧水的話。水。係啊，啲只講。蘑菇加 Alex 俾嚟上好啊誒。
哦，我學車嘅，而家你面嘅話，計講唔真係唔知我啊。都唔是廿八做嘅接嘅啦。你想 Lady Gaga 廿八做嘅就未啦。好了，我有咯，看到人，我看你會落了就會去係咪啊咯，就會去食啊。我睇我琴日成個細聲淡薄。你嚟啊，咱講下這邊關係加這個 T-shirt 嘅物件。若是講路背背。我嘅質裏面都冇看到你買幾條係咪類呢？我再講你 confirm 講你 shipping 是幾類，你買兩條是就借，一條就借，四條是就借。了伊類，or 你有類似你就一頭，會使學類啊寄去，係你 email 嚟咯。但是冇嚟講，你會使寄去 email 嘅梅。但是講你買30條嚟講，佢80萬都未俾了。浪個 email 係你 email 嚟啦，個往個另外 arrange 講你 shipping 是幾類。所以那是嘢係買夾嘅錢俾晒你咯。嚇？你想講你問我？一日去80萬咧，而別有40個個咯。有幾多？我問講咯，當嚟變咗學嘅女 TV 啦，變咗學嘅落嚟俾，啊變變會俾，我是40個咯。唔係你講，你真係 Winnie 話齋佢80萬攬啊，嗬？或者烏係80萬攬，掹起搞貴咗，掹起。特別係另外貴了嘅事啊，那是講特別我知啊，我知啊，我可以看到佢啊。路人若是講賣可能度啦，若是講係若是講人嘅衫即係size 較大條嘅嘛，你係人買啊，是只一人買，你較細條嚟 stock 啊係，你係你無較早 pre-order 買，無談你 size 就俾佢80萬買50塊咯，嘛是唔得咯，就俾較早家己訂你家己 size。好啦，做生意嘛，你若是愛買30條，我們 encourage 你買啊嚇，特別。了，邊啲學見咱係即association 佢談淡薄，back out 咱佢談淡薄。30條定30條，嚇！你一嚟我是講after 往 email 嗬 ，unless 我只直接大 order 啦 ，I don't think 咱 after 咱別啊是有陣大 order 嘅，我哋是冇 in 嘅 T-shirt，so unlimited 不 limited edition 我 in 了貴啊，回了就是了，我 pre-order 是 guarantee 你談啊，有陣時你冇 pre-order，有陣時冇 size 就是冇咧。OK 哦，明白哦。喂，等下一 batch 啊，嗰是完全冇咧嚇 ，John。完全冇啊！哦，完全冇啊啦。嚇，完全冇啊！所以迄隻咱特別等 demand 咗咯。嚇，你講你有辦法，你叫人order 100條嘅，你有 minimum 你有 minimum print 嘅時，你加係咪啊咯？你成日講，那些貴啊是那些有真正大 demand 啊，那你收到嗰100條嚟講嚇，咱咪使 order 咯。特別我是希望咩啊？แล้วรู้ใจไม่ใช่รู้ใจ另外雙 order อีนี่สิก็ค่า貴嘛，所以我咪讓สักตุกะลีเป็นให้เขาแก能做這 order，แล้ว我讓夾別了類哦，是講我小招啊是嚇。但是你 pre-order 安尼早冚啦嚇，一到時喺起人300嘅dinner嘅時，佢哋人個了要安怎好？當今都被買啦。我唔是喎，人伊袂說嘛，對交過，做咩事？人安尼早 announce 是因為人喺航班人愛買飛機票，下面人會使 aim for 飛機票，好多是人愛來嘅。我你是講，咱 pre-order 若是講，萬你一頭冚啊，成日講完全無通買啊，你安怎好？人是唔是 pre-order 過人佢使買過是講人唔會100% 假條 guarantee 講別報嘅講你愛 size 有呢。嚇，我諗會個嗎？你若是講你愛你 guarantee 你 size，然後你愛30個塊，你就俾 pre-order 就買。OK。然後若是貴了嚇，你我諗佢嘅 order 幾那條啦，是你 after pre-order 嘅 size 40塊嚇，我佢 order 幾那條，特別 once 係你隻買了就冇咯。所以你愛 guarantee 你 size，你愛 guarantee 30個塊，你就俾3個月後以前就俾買啊。但我哋嘅訂淡薄啦，講你淨係買
未決定嚟講，你使較慢買。但是講你再講，你買咧就盲單咯，咁樣買啊咯。哦，迄個 cut off 啲是3個月8號啦。cut off date 是3個月8號，對，30個塊咯。但是過咗3個月8號咧，當當你先將鐳嚇紅包鐳燒掉，咁樣嘅嚟燒掉先。已經燒咗60塊先。咩較濟淡薄，可能個 shopping 100塊，佢咪買車咧，10個塊。啊，對，100塊買啊，即係真特別啊，要即你無啊，過啊，我是講呢，我是做咩事要做開，你是除了頭殼聽，佢要加印啦，後尾，特別咱就買即你有就有，即是你 memorabilia 嚟，變咧學見咱頭一擺出 merchandise 啊，是你有趁銷，即是我嘛講。哎呀，30個塊，我去80萬人買啊，30塊、20個塊都有啦，嘛講。我講了，特別係你有邊啲學見咩？有邊啲學見嘅水咩？有邊啲學嘅 artwork 咩冇嘛？แล้วลองน่ะสิขอได้ quality ว่าโปรแกรมลองบ่ราคากุยเนี่ยอี print 嘅 quality กับอี style quality 啊，มัน真係好。เรา情調人㗎啦，ราคา我唔知計得快咁講咧。是。一個女你就個女。真正好，對。就是個嚇咁配。我咪就係去食嗰啲胡蘿陳固靈冰嘅嘢，冇硬藤固靈冰。係咪我咪就係細啲時候應該胡蘿啊，你嗰係叫我諗定買去食係胡蘿。哦，人情你學見啥去啊？冇啦，哎你揸情咩？別使，諗到你個有一次備性。哦，唔要緊，出去情嘅使，當然呢任副本唔要緊。OK。嗱，當然度嚟人看咧嘛，攞去 live 嘅人。我來回來已經知啊嘛，所以特別我都未訂過啦，暫時咱就是聽到未，見咱未訂過，所以咱愛請嘅使請啊，了來實講啊 ，OK， 車牌是會 announce detail 咯，就是放小英。OK。哎呀，我其實個，我講你聽，我這樣成驚呢，就我看到人請我梗歡喜呢，你知哦。嚟，喂呀，我看到人請嘅嗬，即成個人嘅，成個唔知啊，成個。即係 membership club 啊，應該啊，實家己人嘅那個了啊，你兄弟啊你啊，咁配嘛是真緊張，係啦，咁配，你緊張啊？咁配㗎。伊件衫互我咧，伊就交代我咧，伊講你對出路 test 情，然後你翕相影互我看，你知哦？我嘛演伊哦，我嘛成日講下好咯，你知啊？我特別亂演檔嘅嘛。然後我嘛演伊，我答應伊，我 promise 伊啊。然後我對出我袂記啊，你知？因為我對出我唔應食我嘅係你巴虎嘅係你 roll 啊，你知？我正緊食咧，我就直直食啊，一邊食一邊看戲啊，我就袂記咁配嘅就。一到隔嘅日早起，就是見日早起，我困醒，我講啊，個配個 message 話就伊個講講，你會記 send 你小英我。對了。笑，你我懶病啊，喙齒無變，面無色。MS 翕相影啊！我冇寫冇咩，本是起來啊，成隻衫，然後翕隻小英 send 落以後，攞到呢邊上去。哎呀，咁配嗰個點啊？咁配？有啊。點解你講住會 call 啊？到啲 Skype？唔是我講，是南西講菜店嘛。哦，安怎我得無？都可以啦，你會可以哦。這。我冇 call 啊！我特別我把個 on 咧，點啊？我係 Skype crash 去。咁我看擺看，咦冇啊！然後那是講，你那是 because 係水檔嘅嘛，那是講當時第一號咧，當時愛 send shipping 嚟講，咱講話個 shipping 一條衫是價幾鐳，兩條衫是價幾鐳？2條30塊。幾鐳啊？我知啊。冇啦，冇咁貴啦 ，actually。我整咧嗬，那時都是買一條衫嘅話咧，有攞嚟價錢咯，因為咱人大啲細碼加動碼是冇上價錢嘅，但是講是 Peninsula Malaysia 嘅話咧，好貴啦 ，actually Peninsula。等，睇點啊？睇點啊？
live feed 個開掉，所以我聽你聲。即係我自己嘅聲，對齊聽我就。踩點啊 ，OK， 琴日，冚地起啊，冚起啊 ，OK， 嚟。嗰陣時West Malaysia 啦，邊兩嘅有嘢 West Malaysia 話咧，一條沙話咧夾話啦是6箍，但是講是沙巴沙拉話咧夾一條是9箍。แล้วหนอเดียว咧？就是หนอเดียว嘅話咧，嗬，本是上價錢。哦，หนอเดียวไม่上價錢啊！我覺得，但所以你就俾หนอเดียว。我哋俾หนอเดียว。哦。你嘅一條沙咧，我是220個 gram， 所以2條沙嘅話咧是大概450 gram 嘅嘢啦。below 500 gram 嘅話咧上價錢嘅，所以咁見咧嗬，我唔是講被撈嘅 customer。有啦，撈淡薄。2條沙是較突嘅，老實講。俾2條較突。講你俾講2條沙是突嘅流晒啊！突嘅流晒。誒，我以前同你講係做個隻菜講咩嘢啊？哦。愛俾卡超見，昂格又難顯啊！對啦，愛俾卡超見啊，昂格又難顯啊！對啦，你食過你昂個真正昂咯，昂格又難顯咯，就是。有兩啦，冇啊，阿 John， 昂俾係人。嚇，昂俾係人。แล้วลูกก็ใส่หลายเป็นนั้นเขาแกน recording 嘅สิลูก講幾個隨時ลูกใส่เ程เดียวแล้วชิง貴ลูกใส่เ程第幾條對แล้วนั่นสิก็係國家按功夫ใส่เ程第3條程炳是邊個程咯？阿 John 所以我就講啲可能程炳別使程嘅嚇到嘅你俾我啊，做人功夫，一個會食嘅硬食咪使做人功夫哦。啊，是他做人功夫咯。哦，你講，你背話，你背對的話是叫我話人功夫啊，sign 啊，你啊。啊，我是 A， 本來使冇分對。啊，我使 sign 到啲會啊。哎呀，當日嚟食錢係是我 sign。sign 到係你love 樓頂係你會。啊。你做咩記別啊？你就叫佢哋簽啦寫別錄嘅病呢度。你看你嘛幫特特人嘅。orange。你話幫特特人嘅。OK， 我 orange 好攞，我 orange 一條 table 好攞啊，然後一條桌頂好攞簽。咁配啊！我就俾起檔聲啦，都俾響到啲咩？兩條聲。你做咩事無做一個特別嘅和阿 John 迄個啊？就上個迄個總頭主迄款 version 嘅阿 John 一個爾。係咪總頭主係咩？無做你家己嘅，你嘅家己嘅 version 啊，你較哦，無免 special 嘅，我特別請上個浪個料嘅。啊！我個一個 family 嘛，特別請上嘅。哇！但後頭即個衫嗬，伊對上個出名嘅 Superman 嘅係種嘅衫嚟看了。誒，特別嚇，你嚟 AGP 出嚟邊攞咯，就係咩嘅？啊，對。出嚟邊攞咧 AGP。對，阿張，你話你 love 翻成啲頭整嚟啦。你即係咕咕椒落正攞咗。一定靠到你頭整，佢咕咕椒拖出嚟飛掉。然後查某嘅就是開一個看。我查某我做 design 係時攞兩黑就整嘅查某就點咧？我冇黑切一半本差唔多相識咩？啊，冇印啦，我就是做呢。嗱，就是頂住時我 post 就上應該你看係我 cleavage 呢咯嘛。誒冇，另外一條嘅是 cleavage，一條係 cleavage 呢。可能你個會叫我啥？一下先鳥啊！我而家即係先咁配啊，咁配 excited 咁配啦 ，finally 啦，見成。啊，仲有笑嘅多條較濟人買哦。啊 ，competition 咯，嗬。係咯，兩講阿本嚟，兩個就做 competition 啊。兩就是講，你買就唔係，你買就唔係，你直講最。唔係，那時候就記唔記得咗？都一個 design 是第一個嘅。我想咧，若是攏聽我話咧，2條袂相像。你一人買一條，啊買一條，一個 design 買一條嘛。
喲，但慳啊，就係慳啦，邊啲學健做10年啊，唔捌有 T-shirt 過當今，你使穿住佢 proudly promote 邊啲學健。有。邊啲學健，佢即係 OK，即條邊啲學健咧是較濟，即是你平常時你穿住佢，人問你即係咩物件？我睇我報嘅你啦，真正garang嘅啫。我頂住穿佢，我有我去我 studio 我朋友教我翕攝影嘛，我哋 website 嘅，有伊人覺得 Oh my God, I want this. What is this? 唔知係咩物件，特別伊講佢一直真garang，真 attractive。所以咱穿出去，即一人問係咩物件？係咩物件來嘅？即個 especially 啊，人即係咩物件？咱一人拍。啊，我即是人聽邊啊，咱 OK， 所以咱其實邊啊學嘅呢？即個 iTunes 會聽 ，podcast 會聽時候，咱咪是。咱咪是看到。邊人等我隨看邊人學嘅 podcast 嘅事咯，你咪是要看啲 artwork 正嘅嗱呢？嗱，這就是這裡來啦，哎呀，先看到，邊人學嘅呢 artwork 就是，哎呀，是，呢個好嘅嘢，係啊。嗱，看到這裡來，然後本來學健今年先啊，是講讓只 school 唔來啊嚇，讓本來學健嘅 website 佢哋個啦是 modern 嘅先咧，你話點知做咧舊年讓做咧 poster 是有講有做你們幫做咧 concert 嘅時候，是點係咪嘛？讓只世界 poster 嘛，所以我做咧 design 個啦去哦，定當嘅事個就安做啊，定當嘅事 because。喂，等到你小英，你 ferry 小英啊，我慢慢 slowly phase out 啊嘛。你 ferry 小英就 start 嘅時，等到就 start podcast 嘅時啊，你 ferry 小英是300by 300嘅，300先。當今 iTunes require 10by 10，然後嗱關，所以 quality 嘅 picture quality 咪是正嘅咯。แล้วว่าก็บอก on top of that อีเซลล์ก็ไม่ใช่ว่ากับกี่อ่ะว่า take permission for 讓頭頭是用啊แล้วว่าไปอย่างอินมีกี่มีก็ตัว另外考慮所以我買了慮咯所以我咪是80萬咪計 mute 掉啫80萬咪就是80萬你啊就是80萬咪你啊你猜點買啊唔知 UK 我係點俾晒俾啊我 mute 啊嘛我 mute 啊嘛我都冇聽到樣啊我唔知把你看掉，係咪嚟看出？我都冇，我聽到個。哦，我冇咯，我係 live show mute 佢啊，所以嗰陣時 I mute 嚟講，嗰陣時自己 mute 佢。啊，你使卡咩先？別啦，我別 mute 啦。我 try 看啊。mute。啊 mute 咧。嚇。แล้วน่ะสิน่ะลูกค้าโย่ so excited 嗱，就係冇啊！我嚟答我朋友話，伊知嘅，我諗到時 record， 我記你講我諗有 record， 你話誒，一個月啦會教過。哈哈，伊知你 schedule 啊？你知喎。特別咱差唔多個俾 recording 啊咯，哎呦，特別這是特別 recording 是俾學人講，這裡真係大嘅消息。哇塞！當今年咧是我甲今仔日是我甲金培生嘅囝啦，過啊明年金培甲差培生嘅囝。咁事啊？然後，哎呦，maybe 金培生嘅囝是啷個顏色色調？Romper，in romper 啊？啊，包 pampers 啊？嗯。哎呦，一條毛學金培本。那幾條咯？零食嘅時本被清掉，不太夠。另外一個我俾個人歡呼人就是講啊，人有聽人啊，人特別 make sure 人去搞對 Facebook 嘅人講啦，我 publish 嘅事啊，因為一人無限時聽到，但係我做3禮拜唔是1禮拜啦，我做3禮拜搞個300啦，就是 because 我會較濟人在掉我做隻 order，collect 一下做隻 order 咯，所以人 make sure 啦，俾佢教你朋友講啊，諗嘛時候講 expect 講哦 ，maybe 你聽到，所以有隻人聽，
我有兩往時我看人 respond 啊，伊迄個上是一個節較假啊，是人較聽會少的。所以若是攞嚟講，個攞朋友個了，攞變咧福建家己朋友個了講，宣傳啊，宣傳了是，了家去叫人去 order 去變咧福建.com/shop， 啊是 shop.penanghokkien.com 嘅。變咧福建.com/shop 咧，攞對去咁即係變咧福建網頁，啊是去變咧福建.com 嘅網頁，攞對佢哋話小英情話散可能，我係未打閒嘅，攞乜佢我叫佢人講未打閒嘅面，我同佢人講。但我開我 photo 嘅 app 可能講我 publicity 小英publicity 參你 website 啦，你成日講 website 是都俾佢睇 T-shirt 是係咪style 嘅嘛？所以我嚟往叫做一個是叫做 Circle Heart Podcast Art， แล้ว一個另外一個就是 BGHK Hearts，OK， 就我嚟 style 啦嚇，我再 share 我 screen 啊。我 share 我 screen 可能講我保留起嘅小影，咦 boy， 我未去看小影嘅啊，我未 share 同小影咩？啊有啊，冇啊，真冇，安怎人看啊？因為 share screen 未出。哎呦，天講佢做嗎？嗱，等陣。白擺會做8號嘅。係咪白擺？你白擺會做你8嘅。安怎我？但係是你無小心做掉，我看到啊。安怎8？安怎做？8迄個長人字嘅8。然後攞白超呢？係啊。嚇。安怎做啊？但係你做啊，我看到攞刀。我做安怎安尼啊？對。是白路無啊，等我看電視，我甲你講。我們來記安尼嚇。唔是你吹無安尼。妖怪。菜點啊？啊。菜點啊？路邊哦。係喂俾我，係咯，即係小朋友攞啲射細是就射掉。2XS。S 條。唔要緊，菜點啊？我夾我嘅 M 互你 try， 你就知內情係咪細？伊袂啦，伊聽 M 就係上大條嘅呢啲歌。伊哋要整 XS 啊 ？Super X 啊伊。呀，佢就講，等咗有一整隻管啊！你一整咧咪是嗰啲仔啊？咩？以前 XS 一夾地哦。唔是 S， 我是講夾 M 可以 try， 伊就知一程 S 嗰時。因為我程 XS 咋，我冇講滾嘛，若是講伊滾啊，講伊程 XS 啊，伊夾手起來是看到不到嘅毛嘅喎。是啦。我咪笑咗你物件嘛，我真專業。冇啦，程應該是 S 嘢啦。我 S 有啲有啊，我係做得怪狂歡添。哎呦！我看到未？看到了。不要緊，我看第二條。我 try 都就知了，你就知講來 S 嗰是 L 了。看到未？第二條水哦。我叫佢嘛。OK。這是後背咯。即係是 M 嚟嘛？阿整是 M 嚟。後整後背。I think 啦，我 rasa 菜點啊，應該是稱 S。咗我夾去 modify， 我會使哦。係咪嘅？我夾去 modify， 我會使哦。會使，你係做後面你係下，你係在黑入面嘅咧係 diamond rhinestone 咪使？冇，我做腰嘅。哦，你個幾錢啊？你使除咗其他個 con 嘅，我會做。我垃圾炒滾鬼擼個咧。菜點啊？我未打開伊個 color， 我冇暑假這款 color。哦，你未咳嘅啊？而家做 DV。哦。你做 DV 嘅。嗱，這是我未打開裏邊。講愛去假啦，三浪被寫了，家己假就因為唔知講要叫無叫啊。你都寫浪寫鬼啦，你都寫啊。所以我已經去寫，我冇看無錄啦，我是看無錄啦。哦，無錄啦。我俾路上可能會卡住你。特別我是另外寫一個行啊，我冇講點解白你三白寫啊。喏，你幫卡住我可能喎。你個路上就亂嘅是嗎？冇跟他看卡住你。OK， so 啊，那是講OK，同埋 shipping 啦，講係有9塊嘅10塊係嘛？冇6塊嘅9塊，6塊嘅10塊。
喏，阿龍冇聲話龍。誒，6箍加9箍。6箍加，即係一條嘅6箍是半，你是講細咩？細碼是6箍啦。一條本是6箍，2條本是6箍。本是6箍，所以冇得，就俾2條。俾2條。但是你要較得咧，你會使俾2條，特別別人擺會 pick up。嚇，佢是地特咧，免學6箍。你使俾10條，然後特別別人擺會 pick up。แล้วแล้วน่ะสิ講伊要買啥較濟條嘅呢？你都น่ะสิ講4條嘅，安怎？好啦，咱做1條、2條、5條、10條好咯。OK， 1條、2條、5條、10條，under 5條啦，under 5條。1 to under 5個 up to 5啦，not under。up to 5個 up to 10咯。所以當時講是5條嘅話，呢個就是細碼10箍，長碼14箍，後來加起一級20箍加35箍。哦，未講只繪本啊，其實。OK 啊，特別我是用 post large 啊。嚇 ，post large。呢件事阿龍對大學玩 message 講 post large very slow。誒，啲嘢真係嗰個慘啊，讀下啲 number 啦。不，啲嘢叫做貴，啲嘢就錢個貴。tapi lama-lama kau international address international ni lu 基本格咯，真係貴咯。真係貴，所以你even post laju pun 真係貴啊。post laju 冇好啊，冇 suggest 啦。我是講 if 啦，嗱是講你大啲外國，係แล้ว你睇到你較滾能波較濟能波，你會當 and then 你會 support 嘅話咧，你用 DHL 咯，特別是較貴咯，貴真濟咯。較貴貴 shit 啊！貴出啫，咁好似冇得夾3本隻啲股咧，夾95塊，而家就3本隻，喂1本隻就5塊，3本隻出5塊，喂 postage 95塊咋？哦，แล้วรู้นั่นสิ講 post laju 咧，นั่น就不是 post laju 伊嘅 international 就碰見佢啊，係咪？我唔知咯，特別我時間冇。我有見過。我冇見過，我見過就喺新加坡呢2禮拜。2禮拜特別伊個錢安怎咧？我未記嘅錢有，你如果錄一隻嗌我咧，就俾佢 find 得好咯，because 我嘅冇我報嘅路就係 international 人會俾，特別 one thing problem 會第嗰時一直到俾謝條咯，可能夾過去，可能夾去啊，咁去 London 嘅，去 Oxford 嘅。你有冇論過個？安怎我睇到 echo 呀？誒，做咩數英國仲有嘅？special delivery 啦，毛毛菇。蘑菇鉗嘛。毛毛菇。哦，伊有苗啦。伊有苗。苗有 MULE 啊，send by hand 呢。我俾講咩啊？可能就係 idea 先咯，煮一隻 DHL， 可能就係 idea 咯。所以咱就話講就係講攰啊，食嗰時落攰咧。1條跟2條佢價錢是上嘅 ，OK， 本是上款，本是2條嘅價，當叫我講嘅是1條跟2條嘅價錢上嘅。OK， 嗱，你去美國嘅話啦，咱個地球本一半啦，你去美國嘅話咧，嗬，是100塊5塊。哎呦，天講佢做乜成件？你去日本啊，日本是另外一邊咯，你去日本嘅 direction 啊，本是100塊5塊。特別，但是如果你去對面啊，你去英國嘅話啦，150塊。哇！150個。特別我講呀，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international problem 咧，就是伊人坎坷 ，because 效率ยัง未整個 local transfer 呢嘛。對，伊邊 unless 個伊有 local 嘅 bank account 啦，如果就係人顧㗎嘛。但是你 local 嘅 bank account 咧，係你就叫你 local， 咁我睇到 echo 裝 echo。Hello， 裝嘅喂。我聽到話都最困難賣 ，hello， 好啊，攞那是攞那是外國嘅人咧，攞叫你本地嘅人到佢手浪俾，佢個好，佢得，有時對那是個嘢上面咯，所以我只人嘅梅嘛，搞事，所以我成日咩？對，就是講樣會成何類嘅話咧，嗬，你叫話。
啲變靚 back 會 Q 嘅啦，起來了，成燒啲燒掉，係，是唔是這樣好咧？那個就會加上住你 storage 咯，是啊，加上 storage 咯。好啲charge storage fee。我講嘅 storage fee 咪是成個 logo 嘅 shipping 嘅咯。我哋有包個背機嘛，冇，一條一三條呢條俾成嗬。三條俾成啊！一號了，一幫背機你是意思啦。嚇，三號了，你名寫掉，你 receipt 嗰啲 attach 嗰啲依三位啊嘛，แล้ว特別你幾時？愛往小號你嘅話，你學往仔咯。啊 ，because 你買了時有當時咧，使講啊，我無 plan 對，我就要交佢個對嚇，我咪是使叫 order 咧時交佢時，你個 keeping back 退回咯。特別你成號女啊。對。咁 pre-order 嘅咧就成號女啊嘛，特別我買圖上估啦3禮拜3個月8號是 X 係你啊哈了啊，攏特別會記啊。3個月8號，了到落尾再要緊嘅自己去邊咧，學見到 comment 朋友就通看到你 special link 去買衫啊。OK 啊，講咪叫咩包槍哦，咱們每我會走啦，驚阿妹。了有咪叫人買梅啊，咪 T-shirt 就咪嗌咪本地哦。但係人講無上嘅 size，想講就咁配呢個 size available 嘅 size 是 XS S M L XL double XL triple XL。double 㗎 triple XL 一條計3塊 John。我接到對人嘅 record 是一條計3塊。有人 order 哦 ，triple XL。有人 order。有人 order 啊。Yes。特別攏都俾設置咗較大咯，即係 size 較大咧嚇，攏設置就冇 order 是。計3塊唔是計2塊啊？計3塊。計3塊。OK。計3塊，แล้ว到時是我幫到啲 website 啦嚇。誒，你定住叫我係個 2XS 話冇啊？緊咧。有啊，特別無應該真少人穿 2XS 啊，冇貴 ，maybe 是冇貴啊，你款。399啦。嚇，399嘅。แล้ว特別冇，那是人愛訂嘅有哦，都有呢會哦。有啊。所以人你說 2XS 樣個幾樣愛係咪先？樣愛經咪經個幾經。冇貴嘅 size，我係驚係穿過。冇啦，size 我睇 XS 啊，因為實在是我看 S 嘅 size 有較大，所以我驚講我是食我只會貴嘛，然後我就買 XS 咯，我冇嘅 XXS 咯。XS 我係驚係穿過好啲。I think 會。人係比較見難咧，切買 2XS 咯，當你是伊個質啦，伊個質，我係寫 Jazz 是18寸。我揣無到你。啊，我有喎，你叫我係定？哦 ，OK 啊，你看我記落位揣。嚇，你叫我定住是你記落 Jazz 嚟看到啊。แล้ว你ตอนนี้除แล้วจะ講嘢 size 我可能再看係咪 available 啦特別攏是成個講特別一個 2XL 加 3XL 咧特別加3塊但講一三就是30個塊就變咗300塊咯300哈哈了是我見你啦嘅邊咧學嘅點是300嘅了哦300塊大部都是貴啊 pre-order 就是43塊會叫咁樣俾哦咁樣定嘅我俾人一架人嘅你架你請你個 modify 啊我個叫 modify 你個叫 modify 啦有時喺昂港湖嘅時，我教時去食青時我昂港湖嘅人。但是講你買一條，我講想到安怎賣較濟啊？你若是買我昂港湖嘅嗬，一條咧，另外一條買昂港湖啊，你就咪買4條咯。攞條我昂港湖嘅嗬，你出去時你慢慢稱昂港湖，你使燒起來到啲你
小英 King。小英 King 咪上起來時候咧掉到明，係出日本啊嗬？出日本啊？嚇，對，我看啊，咁陪人看到嘅定節是布基，定節對。大嘅是，我 body 是一長係超寸 ，medium 是只8寸 ，small 是只7寸，所以佢哋 actually 日本嘅我係稱 small 嚟頂，但係嗱咁配你講下咁配，嗱講下個問題，嗱講下個問題啦，但係講係 available size 所是 XXS 冇有 XS 冇有。S M L XL 2XL 加 3XL 2XL 加 3XL 是幾啥個？然後講話你個講乜嘢 size 是咱開始是看 chest 啦，係我俾三開始是看 chest 啊 ，chest 個 shoulder 啦，又係。但伊個 measurement 是伊個衫 measurement 是唔是？衫 measurement 對。但是迄日啊，我看到我就錯，哈咪啦，我10倍做你 chest。我話嚇，你說我直直笑講又來做 bedsheet 嘅嘛，又來做襟槍嘅嘛。你10倍寸嘅 chest 大咩？3倍啊？30倍？10倍寸是唔是？10倍啦，不，我看到嘅時候是，愛多鳥啊，愛鳥迄個衫，愛鳥都家己身軀無你有啦。伊先鳥衫哈，你去看伊春衫是一邊線，伊 chest 是一邊線啦。伊是一邊你就俾繩字咯。哦，是咯，我唔知嘛，我就袂，我病啲我袂咁配咯，按照我搞時我 website 係小英按怎鳥。OK。所以讓隔壁下掉。แล้วอันนี้看咯ลอง嘅 bank account 好時我唔知應點啊咁配不特別學點解ลองอันจะ做我唔捌做過我冇 Malaysia account 啊 so 即係嗰啲人係曉啦即係應該物件嘅我係大家嚇即係 comment 嘅 so ลอง搞時 bank account 我放咗啲我嘅 website 位然後就再去訂啦。又佢唔能單呀嚇，唔能單呀，攏就聽到啲 website，唔係聽到啲 show 就 publish 嘅時候，攏就會冚埋去訂。因為話係啦，嗰個隻物嘢，有時講有冇地地亂咧，種30個一條衫啦，因為可能10個可能自己再 donation 嘅話，幫本真歡迎嘅，幫本真歡迎嘅，你使係300個，係啦，俾條衫，幫本真歡迎。你使去係你嘛？變成或者 speakhokkien.org 嘅 website。對。所以我是咪講過咯？我即是除了學變成學嘅嘅 funding， 變成學嘅 funding 是第尾啦，存掉嘅時話啦。咱個條件咱是特別學，咱係 costing 咯 ，cost printing cost 個了 shipping 係咪物件啊？了是我有啲 portion 是變成學嘅不 speakhokkien.org 咱係社團，變成學嘅社團。了個有變成 back 有淡薄伊，就是攏到啲變成 back 比較不啥物嚇，所以就淡薄啦，比較 manage 上，教人推廣啲嘢。意思是講教我有為備，可能無嚟講咱轉，咁咱走去咁配厝。另外顧住你3個月咁先啦，咱 most likely 啦3個月有可能啦，3個月20出號咧，我係啲變成路嘅擺檔。嚇，變成路。都係擺檔先，攞嚟嚟俾，就去10點個 Apple 嗰點。咱嗰時9時咱哋見到超成哩啊！冇唔是，你係 Little Penang Street Market、Upper Penang Road，sorry，Upper Penang Road。Little Penang Street Market 超成哩，我都計冇好嘅咯。咪超成哩，咱近啊Penang Back 嗰邊嘅話，咱就冇擺攤賣啊，咪咱就超成哩。喲，係啦，我是擺自己嘅檔嘅都，擺3個月就出擺自己嘅。然咱個係你T-shirt 冇擺入冇攤賣，近啊Penang Hokkien 加Penang Back 嘅攤賣呢。擺入攤賣，就得啦。Little Penang Street Market 是賣自己呢，3個月就出好咯。但我冇說嗰是有虧啦，但是有虧咧就是有虧，那有虧啦。但是咱那邊看要緊，就是講人買後咱有虧啊，後咱嘛是免去買咯。特別就是我人會嘅，那是無法，那是你無攤買掉，你使去入面買現金。對。
但是講有啲人伊愛老咧，你講佢迄邊pick up 半會使咯，佢哋知啊，你使計講 email，你計講 email 計講。對，所以咱嚟 email，你就是講你 send 佢哋電話號碼啦，佢後，咱學一個 confirmation email 咯，甲你講啊 ，first 你其實幾多嚟嘢 ，second 你係做咩數 ，third 你係做咩數嚇。又見講清楚啦，咯，有機會留電話咯，揾 information 是揾俾晒咯 information 我計 contact 咯，OK 哦。OK， 講下平成啊嚇，你英國人sa走去啊，日本走去啊。習慣咗啊。我都瞄意。哎呦，跟落咗嚟，跟我看呢3個字打。OK 咧，介紹下特別嘉賓嘅事情。OK， 介紹特別嘉賓阿玲嗰個，阿玲我俾你睇佢個金配，感謝阿玲，感謝金配，金配有冇看啫？我換去咗喎。然後是個阿涵，哇，阿涵水啦阿涵，然後個有後頂啊龍，你看到睇啦，耶，喲，然後個有豆嘅，感謝豆嘅，豆嘅，拜拜，豆嘅係頂，係咪數？豆嘅冇咩 ？XL 嚟啊！豆嘅冇俾咯，一杯我俾幾十個啊！有見啦，有見啦，我差唔多俾飲料，3個都俾飲料。OK， 我訂兩年。個有南西，我都內收啊，你邊內收？南西。啊，是咯，愛對別人功夫。啊，好。南西感謝，南西即是 small 啊。M 嚟，我搞到哦，你稱 M 俾貴啦嘛大條。就是個大條，其實我講。I think 你稱 S 還是 XS？ 啊 ，SS。Maybe XS 啊。SS 我 SS 零嘅大了啦 ，S 就零冇嘅大了。你稱啊啫，我講睇你稱隻邊啲學嘅，你頭整隻黑嘅啊，你零隻水嘅。cleavage。了條，แล้ว個這點咯，這點冇 video 啊。冇嘢咩 video 應該是 connection 差喎。嗰個電。แล้ว冇應該 connection 差。一部 video 係啊 connection 差，一部 video 係啊。แล้วก็我部看到呢個稱咩咪係咯？毛龜。毛龜？咩？真係好閃嘅。MMK。毛龜得咯。我稱咧，特別我應該我早起稱啊，所以我叫佢寫。哦，佢拍掉落嘅。係冇啦，冇拍啦，個到時實機阿妹唔通拍衫。都早起稱。切白嘛，別使拍衫切白。睇戲使學咁背課。咁配咩？我想學咁配啊！我小英我想學咁配啊。學咁配課嘛，所以啲嘢呀。對，咧應該我個無邊出機個無寫邊咧，我翕啊，我請人叫佢寫啊。我 rasa 啦，我同你講，我 rasa 成個是 medium， 我頂住請我頭早請 medium 時，앞도我寫係成個卡寫啊，就卡寫淡薄啊，特別嘢。我買少卡謝啊。要叫追咩？要叫追咩？特別冇 material， 一定要寫，一整嘅100% 變90個還是92啊？淡薄呢 ，because 就咁做，你看我一 green 嘅 area 那是一叫追就嚼㗎了啊，一隻都冇嚼。你就你 because 一隻好嘅，一個邊啊，一隻幾粒就夠呀，所以你那是一隻是叫出嚟嚟講，伊 design 㗎啦，安尼嘢啊，安尼就。阿 John 都是你作用啊！咩事？是啦，我問你講。你邊冇啊？冇叫啊？maybe 我自己。冇，我寫啊！我馬上我 try 我就知啊。maybe 我背。我情我就知啊。都馬啦，我直接整嚟俾你背㗎，你自己背嘅叫嘅。我用呢零頭嚟 measure 咯。你準咧嘛？冇變咯。你用你零頭咧都做一個墨咯，可是一叫嘅時都知啊，成日刷位啊一點。哎呀，好笑啦。OK， 感謝我準備真正感謝金配到下手。感謝讓特別嘅邊個了，感謝讓來了個大媽走去啊，幾點來啊？
แล้วก็有淡仔走去了即規定嘅UK 人，88人對。英國呢個對，咱這邊是阿玲咁配阿韓豆嘅，甲南西這店毛毛龜後條淡仔走去了，咁嗰邊是嗰邊有O2B 燕趙曉。見講臭豆白梅英國中嚴先生加勒沙健毛毛菇加 Alex Alex 叫咩啊？冇可以話名咩？冇啊 Alex 你好。你叫毛毛菇？Alex 叫上名安怎好？嚇係咩嘅？我去叫甲英國中上名，愛叫伊下面好。你名英國中咩？伊甲英國中上名。我知你咪是可以，冇名上唔要緊啊！你咪是叫咧。可以。叫下面，叫我照中，我照中啊！你唔成日中，你唔名中咩？冇啦。我照中。我照中嘅，我照中。我照中。我照中。OK， 感謝咱若是講愛 post 來小英啊，讓contest 呢，讓就會寄好啊 online@gmail.com， แล้วว่า收掉你小英แล้ว是ว่า maybe post 喺我 website 嘅啦，直接我 post 喺來小英嘅แล้วว่า個挑一個 design 挑一個，แล้ว就變成讓教師食錢還是教過是食 free 這 design 緊一條讓要緊 promote 咗那是請嘅是在 #BGHK 未要緊特別 mention 我 follow 我到啲 Twitter 會 @JohnOng ไม่เป็นไรเขาเขียนอะไร@JohnOng แล้วก็ Instagram @john.ong ตอนที่เขาเป็นรูปแท็กว่าแล้วก็ #BGHK แล้วตอนที่ Facebook ไม่ใช่ #BGHK แท็กว่าแท็กเป็นไรเขาเขียนแต่ JohnOng ไม่ใช่แล้วก็สิว่าก็แล้วเราเสียเองแต่พี่เราไม่จี enter the contest นี่ email เหรอวะโอเค感謝各位聽眾收睇，禮拜再見，拜拜。拜拜。強一發大。發啦。強。誒，把 recording 是到時啊？誒，佢冚大聲報告。有啊。冚大聲。冇啊。我朋友啊。光我冇聽到。是。有啊。我頭晚啷個咧？啲講我係少冇聽到，because 咧app 啊 ，Google Plus 係 mute 叫我聲，揾啷講我聲。我看 next month recording 2月咯。2月幾號？等啊。By Rock。後面那些懶覺呢？喲。哎呦，禮拜。2月6號。OK。2月6號會落咩？你冇影啊？2月6號是車龜。啊，袂個。唔是車龜，自交咩？我自交咩啊？白啊，你講。自備咩？自備呢？自交是Sunday。冇30嗬。2我就係對伊攞邊隻攞邊啥？13。誒，13我備啊，13我備20好20。20會使啦。20誒，13我備13有廟會，要去廟會。13我備13我冇啲。我人 KL 嘅 gathering 是落嚟一禮拜個，不如是拜一嘛咁？誒唔是，不如冇 on air 嗬。冇 on air，就係咧，不如呢件事。下集俾幾咩？9號19號。嚇？即係做愛係 Friday 咧，男仔。應該拜啦，前啊4人有日 on 嘅。哦。但啲有人就前日 on 嘅拜啦。你收翻 recording 13號啊？2月19號。20號。20號啊 ，OK。我 make sure 我 show 吞棒哦。
所以我19嘅我落嘅了，我能放互20號看。嘿，嘿，感謝啊！啷會使 start 會使 share，啷會使想講show coming out on 幾時 ？You learn all about it。佢發你啊，會使 share 出去哦，因為咱看入個人。咁咪10個人？咱應該會 hit 到10度咗。嚇？咩嘅？咱應該會 hit 到10度。應該會。Because 人當見面咧，看到人佢冇看到啊，人就 start 招嘅事啊。去嗎？你去嗎？你學女啊？去。個月。OK， 咱個月是咱個在4個錄音，是咱個在講嘅嚇咯。去。等下幾日啦，嚇咱 announce 曬，會 account me 去 call 嚇咯 ，contact 住轉嚇啦。是哦。OK， 感謝啊！攞嚟使 share 啊，隻衫。OK。耶！對哦，我較暑假這條咗John。這是咩啊？好啦。我不是買絲咩？咱就買哪裡？冇，應該我係拎個要少淡薄，所以我買絲咩，我情係較大。很屌人，我琴日很屌人，琴日哈，拜拜，感謝啊！啊，這個很屌人看，鐵人看喎。有人你看掉啊？